路加福音。有一個安息日，耶穌經過麥田時，他的門徒掐了麥穗，用手搓着吃。有幾個法利賽人說：為什麼你們做安息日不准做的呢？耶穌回答說：你們沒有讀過達味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在飢餓時所做的嗎？他怎樣進了天主的殿，拿起公餅來吃了，又給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。這公餅原不准他人吃，而只准司祭吃。耶穌又向他們說：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另一個安息日，他進了會堂施教，在那裏有一個人，他的右手乾枯了。經師和法利賽人窺察他是否在安息日治病，好尋隙控告他。他看透了他們的心思，就對那枯了手的人說：起來，站在中間。他遂站了起來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我問你們，安息日是許行善呢，還是許作惡呢？是救命呢，還是喪命呢？他環視眾人一周，就對那人說：伸出你的手來。那人照樣一做，他的手便復了原。他們竟狂怒填胸，彼此商議，要怎樣來對付耶穌。在這幾天，耶穌出去上山祈禱，他徹夜向天主祈禱。天一亮，他把門徒叫來，由他們中揀選了12人，並稱他們為宗徒，即西滿。耶穌又給他起名叫伯多祿，和他的兄弟安德肋、雅各伯、若望、斐理伯、巴爾多祿謀、馬竇、多默、阿耳斐的兒子雅各伯，號稱熱誠者的西滿。雅各伯的兄弟猶達和猶達斯伊斯加略，他成了負賣者。耶穌同他們下山，站在一塊平地上，有他的一大群門徒和很多從猶太、耶路撒冷及提洛和漆冬海邊來的群眾。他們來是為聽他講道，並為治好自己的病症。那些被邪魔纏繞的人都被治好了。群眾都設法觸摸他，因為有一種能力從他身上出來，治好眾人。耶穌舉目望着自己的門徒說：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，因為天主的國是你們的；你們現今飢餓的是有福的，因為你們將得飽；你們現今哭泣的是有福的，因為你們將要歡笑。幾時？為了人子的緣故，人惱恨你們，並棄絕你們，並且以你們的名字為可惡的，而加以辱罵詛咒，你們才是有福的。在那一天，你們歡喜踴躍吧！看，你們的賞報在天上是豐厚的，因為他們的祖先也同樣對待了先知。但是你們富有的是有禍的，因為你們已經獲得了你們的安慰。你們現今飽的是有禍的，因為你們將要飢餓。你們現今歡笑的是有禍的，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。幾時？眾人都誇讚你們，你們是有禍的，因為他們的祖先也同樣對待了假先知。但是我給你們這些聽眾說：應愛你們的仇人，善待惱恨你們的人，應祝福詛咒你們的人，為毀謗你們的人祈禱。有人打你的面頰，也把另一面轉給他；有人拿去你的外衣，也不要阻擋他拿你的內衣。凡求你的，就給他；有人拿去你的東西，別再索回。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也要怎樣待人。若你們愛那愛你們的，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？因為連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。你們善待那善待你們的，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？因為連罪人也這樣作。你們若借給那些有希望償還的，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？就是罪人也借給罪人，為能如數收回。但是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，善待他們，借出，不要再有所希望。如此，你們的賞報必定豐厚，且要成為至高者的子女，因為他對待忘恩的和惡人是仁慈的。你們應當慈悲，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。你們不要判斷，你們也就不受判斷；不要定罪，也就不被定罪。你們要赦免，也就蒙赦免。你們給，也就給你們，並且還要用好的，連按帶搖，以致外溢的升斗倒在你們的懷裏，因為你們用什麼升斗量，也用什麼升斗量給你們。他又向他們講比喻說：瞎子豈能給瞎子領路？不是兩人都跌在坑裏嗎？沒有徒弟勝過師傅的，凡受過完備教育的，僅相似自己的師傅而已。怎麼？你看見你兄弟眼中的木石，而你眼中的大梁倒不理會呢？你怎能對你的兄弟說：兄弟，
讓我取出你眼中的木石吧，而你竟看不見自己眼中的大梁呢？假善人啊，先取出你眼中的大梁，然後才看得清楚，以便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石。沒有好樹結壞果子的，也沒有壞樹結好果子的。每一棵樹，憑它的果子就可認出來。人從荊棘上收不到無花果，從茨藤上也剪不到葡萄。善人從自己心中的善庫發出善來，惡人從惡庫中發出惡來，因為心裏充滿什麼，口裏就說什麼。你們為什麼稱呼我主啊主啊，而不行我所吩咐的呢？凡到我跟前，聽了我的道理而實行的，我要給你們指出，他相似什麼人？他相似一個建築房屋的人，掘地深挖，把基礎立在磐石上。洪水暴發時，大水衝擊那座房屋，而不能動搖它，因為它建築的好。但那聽了而不實行的，相似在平地上不打基礎而建築房屋的人，洪水一衝擊，那房屋立刻傾倒，且破壞的很慘。